歡迎大家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香港皮膚同埋性病科醫生到底應該點揀嘅。相信唔少人都有過呢啲經歷，身邊總有親朋好友試過有皮膚或者性病方面嘅問題，例如濕疹、暗瘡、灰甲、皮膚敏感、性病感染等等。遇到呢啲情況，我哋除咗關心佢哋嘅病情，都會忍唔住問：你睇邊個醫生啊？醫生點講啊？可見揀啱醫生真係好重要。講到皮膚及性病科，我哋先嚟了解下常見嘅病徵。皮膚方面，持續痕癢、紅腫、脫皮、暗瘡反覆；指甲方面，灰甲、變厚、變色；性病方面，生殖器分泌物異常、潰瘍、疣狀增生；嚴重啲嘅皮膚潰爛、反覆感染，甚至影響生活質素。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種症狀，都建議及早就醫。睇醫生嘅過程中，我哋可能會有一啲誤區，例如亂用美白產品或者影響胎兒發育。其實孕婦勿亂用美白含藥性護膚產品，特別為孕頭12週，以免影響胎兒發育。認為只需做簡單防曬同埋護膚就夠。又例如跑鞋太窄，容易甲與腳趾，令到灰甲有機會入侵。其實忽視下雨天濕腳後嘅護理，固然容易中招。近年運動愛好者亦都成為染病嘅高危族。曾有跑步人士因跑鞋嘅鞋頭太窄，甲與腳趾，致真菌有機可乘入侵。所以日常一定要多加了解，唔好亂信坊間流言。咁樣面對咁多香港皮膚同性病科醫生，我哋應該點樣揀呢？都係嗰句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我建議大家可以上 cdoctor.com.hk 網站睇下幾個實用嘅欄目，尋醫報告，可以睇到其他病人對醫生嘅評價同就診經歷，幫你了解醫生嘅專業水平同埋服務態度。醫生信箱答問可以直接問醫生嘅問題，或者查翻以前嘅答問記錄，感受下醫生嘅專業程度同治療理念。醫生文章同影片，好多醫生都會分享自己寫嘅健康科普文章同影片，你可以多角度去了解醫生嘅學術背景、臨床經驗同風格，揾到啱你嘅嗰位醫生。時刻謹記，你嘅健康係最寶貴嘅財富，揀醫生絕對唔可以馬虎。希望透過呢條片可以令大家更加重視皮膚同性病健康，亦都知道點樣利用 cdoctor.com.hk 去揾到優秀嘅醫生資源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者意見，例如你都有啲皮膚同性病科醫生想推薦，都歡迎留言同大家討論下，分享寶貴嘅經驗，等我哋一齊守護好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拜拜。最後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